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8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8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。就是解释甲愿一时消灭，永不休起。即马煞来解释下面，下面就是地支顶将前念、金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，将前所有恶业骄狂顶罪悉皆忏悔。愿一时消灭，永不休起。就嘛应该呢，对这个所在啊，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解说。地支顶，这也是属于要忏悔迄个时阵啊，咱爱先称呼咱家己自己，就是先表表咱本身的名。所以应该呢，就是讲地支无顶啊。讲将这个前念、金念以及甲后念，前念就是讲已经过去了的念头，金念就是讲现在是有的念头，后念就是讲未去的念头。讲念念呢，不被骄狂染，无论是前念，无论是金念，无论是后念。在念念中呢，袂互迄个骄狂所染。那这个骄狂，什么叫做讲骄？什么叫做讲狂呢？这个骄啊，就是一种的骄傲。骄傲呢，以为讲自己比人较了不起，因此呢，就看不起人。这个狂呢，就是一种的狂妄。这个狂妄就是讲目空一切所以这个骄狂呢，也就是一种的控高傲慢顶。在《唯识论》第6有安尼讲啦，讲这个骄狂就是心怀疑无，多言不实，舍命事故。那这呢，就是属于贪痴一分为体。这个骄狂，那是依照唯识，就是20种的随烦恼中的2种的烦恼，骄甲狂这呢是2种的烦恼，就是20随烦恼中的2种的烦恼。希望呢，念念袂互迄个骄狂的烦恼心所染，也将前所有的恶业、骄狂定罪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休起。现在希望莫互这个骄狂心所染，当伊时从前，这个从前。若要追究较原始的，也可以讲就是从无始劫以来，从无始劫以来所有的恶业、所有的骄狂等等的罪业，悉皆忏悔，就是讲隆重呢要来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就是讲愿望这个罪业呢，在这个时阵会当互来消灭。一时就是讲这个时阵。这个时阵就是讲，咱现在是伫咧发愿、伫咧忏悔，这个时阵就拢会当互家消灭掉了，永远呢袂搁再生起。这个骄狂，因为心的骄狂呢，自然呢，就会去做这个恶业咱在这个智慧中呢，有一种名叫做光慧。这个光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自己啦，
认为讲伊有智慧，看别人拢比伊较戆啦，认为讲伊上高上有智慧。因此呢，不但是袂当好接受人的意见，而且目空一切，认为讲伊自己呢就是对了，别人的拢毋对。即款的情形真容易发生在有学问的人，尤其是对社会学有研究的人，真容易有即款的公会。在近代呢，有一寡较有名的学者，就是犯着即款的毛病。以为讲伊学问已经真深啦，佛教有啥物款的了不起呢？佛教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。所以在过去有一个近代的学问家，伊认为讲伊真高，伊想讲伊来研究佛学，迄是一个真容易的代志。即马互伊伫咧研究到甲唐朝的佛教文化，就是爱以即个禅宗的文化来做代表。即个禅宗文化在即个禅宗中内底所讲的呢，就是过去的祖师的语录啦、公案等等。在即个禅宗的语录公案内底呢，有真正济并是一般社会常识。即马互伊看了到底讲，即款的开始对呢。譬如讲，有学人来问禅师，讲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？迄当时阵，即个禅师毋是该回答啥物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该讲安尼你入去内底用茶啦。或者是讲外面迄个树已经结真正侪树籽了。安尼咱在外表看起来，敢若亲像答非所问。所以一寡这公会学者呢，认为讲这禅宗较有道理啊，这呢根本无符合着逻辑。那你会知影，禅师叫伊入去食茶，或者是该回答讲在迄个大殿面头前，迄个树仔籽结真济，这拢是伫咧回答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甲恁讲，在即个所在会当好体会，就会当了解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啥物。甲恁讲，若是袂当好了解，当然就是变成当面错过。那对即款的道理无了解，一般的世间的学者，以为讲佛法无啥物了不起，以为讲伊所捌的呢超过佛法。那因为安尼呢，变成着目空一切。在目空一切这个所在，本身袂当好得到法宝无大紧呢，可能会轻视佛法，会诽谤佛法。那呢，当然啦，就会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所以，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，最重要就是爱有迄个谦虚的心。纵然是讲咱对佛法捌，咱嘛是爱低心下去。一个人，除非你是大觉大悟，无可能讲逐项拢捌，逐项拢通。纵使是讲一个物学者，凡是你毋捌的，凡是有伊捌的袂定。所以咱呢，不但是讲对偏偏有学问、对有佛学有造诣的人，咱袂使咧轻视的心啦。就是一个物学者呢，咱共款呢，也袂使有迄个轻视的心。咱讲从前啦，有迄个骄傲有迄个公费等等一只的罪业，希望呢会当回来消灭。那这个消灭，不但是消灭伊，永不休憩。从今仔开始心袂使咧骄，心袂使咧狂，那就是讲咱必须要有迄个谦虚的心。
来去学习一切，来去接受佛法。下面弟子顶将真念、金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，将前所有恶业嫉妒定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舍的永不后起。弟子顶就是讲我弟子某某啦，将这个真念，以及甲金念，以及甲后念，这个真念、金念、后念，在前面已经解说了，已经了解了。讲念念中，就是讲一念一念之中呢，袂互迄个嫉妒所染。啥物名叫做讲做嫉妒呢？这个嫉啊，名叫做害嫌；这个妒呢，名叫做伤忌。这个害嫌，这个嫉的意思，就是讲有迄个高的人啊，咱总是要甲伊害啦，叫做嫉。这个妒叫做伤忌呢，就是讲人比咱较高，咱心肝底呢，就是有一种的这个忌那么这个忌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咱呢，人们讲伊对咱会造成伤害会去克到咱，会去伤到咱，会去害到咱。在唯识论第六愿来讲这个嫉妒，闻见他人心怀忧切，不安稳固。什么是嫉妒呢？就是讲听到或者是看到，听到看到什么呢？他人，这个人会使来甲伊当作讲胜过，就是讲别人较赢咱，较胜过咱呢就深深抱着一个忧切的心，内心呢就起烦恼了，不安稳。心肝底呢袂安稳，为什么听到人比咱较高，比咱较超过，咱就会起烦恼？这个原因在哪里这呢，就是讲伊的高可能会造成咱的伤害，就是讲对咱有不利啦。咱即马讲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在一个公司伫咧食头路，本来咱的本事已经袂歹头家呢真正重用。哇，在这个时阵来一个比咱较有本事的人，迄当阵心肝底当然烦恼啦。本来我在这个工厂、这个公司，我是一个最有本事的人。老板是对我上信用对我上好的。那现在是搁来一个比我较高，安尼岂毋是会去动摇着我的地位啦？安尼呢，这个老板当然将对我好的这份的心情，一定会转移对下去。就是讲，本来是真正重用我。现在是呢，一重用伊是心内迄个啦，我可能会互伊迄对边仔去。在这个时阵呢，当然心肝底就烦恼了。这我相信咱一个人的必然的现象。但是咱人这款的心理反应以外呢，咱必须要有一个君子的态度。那这个君主的态度就是讲，赢咱要赢人，输呢咱爱认输啦。那样讲呢？咱必须要了解讲，那么在这个公司或者是讲这个工厂，咱一向拢是徛在人的面头前。为什么咱会当徛在人的面头前？就是咱本事比人较有。所以呢，站在咱后面遐的人，过去同款嘛是看咱讲对伊是一种威胁，老板对咱好，对伊无好，因已经有忍受着咱对伊造成伤害痛苦。
那今仔日有一个人比咱较敖入来即个公司，入来即个工厂，咱呢受到迄个威胁，伊就确确实实比咱较敖，咱就输人，咱就要认输。一方面认输呢，一方面咱咧拍拼，无一定啊。虽然是讲伊本事比咱较敖，咱若认真拍拼，反正咱本事嘛会当超过伊啊。哦，咱就是爱以即个心情来去应付即个问题。哦，袂使你干那一味嫉妒。我拄则所讲即个嫉妒，哦，这是在职业上的嫉妒。但是咱人的嫉妒心可以讲是莫名其妙，甲咱有关系的嫉妒，我拄则所讲，这是甲咱有关系啦。有当时阵呢，连甲咱无关系的代志，咱就嫉妒，甲想起来实在是真正莫名其妙。啥物是甲咱无关系呢？譬如讲，咱的隔壁厝的人，哦，伊住伫咱的隔壁厝，本地呢，因真善巧。在迄个时阵，咱可能会笑人讲：“哎哟，某某人真憨慢呢，也袂晓趁钱啊！因一家伙人哦，安尼连食穿大都无啊，真善巧。”咱就笑人，名叫做讲做笑人贫。啊，你即么笑伊？他也无地无当啊。因兜他也伫咧翻即个老仔厝啊，哇，起大遐厝，起大老仔厝起来，搁咧做大事业，乌头车好坐。迄当时阵呢，共嫉妒啊，嫉妒人比人较好。那你想看觅？伊趁伊的钱，伊过伊的生活，伊好，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呢？伊歹又甲咱啥物款的关系呢？当伊伫咧散车过日子的时阵，咱笑人讲，遐尼诚贫穷，遐尼诚无才着趁钱。啊，即摆人有趁钱，咱是毋是应该爱甲欢喜讲？哎呀，某人真恭喜啊！哇，即摆事业做得真成功，去老仔厝会当得到享受，是毋是安尼才对咧？但是咱人的心理毋是，看到人好时阵啦，心肝底啦就袂卡哩啦。哦，这名叫做讲做本来他赢。所以为世论者所讲的闻见他人，心怀忧切不安稳，这呢就是属于嫉妒的心理。伫遮着做慧能大师教咱讲，要来去忏悔，将前所有恶业、嫉妒等等的这罪啊，悉该消灭，拢总呢都要该消灭掉。愿一时会当消灭，永不休弃。啊，毋是讲干咱过去消灭掉，希望未来毋通升起。这个嫉妒，咱该看，敢若才能讲，嫉妒心，这对一个人会造成偌大的灾害啊！咱来了解，这个嫉妒心对咱人所造成的灾害，那是非常严重。因为咱嫉妒一个人，就想尽办法啦，要来破坏迄个人。要将迄个人给打倒，啊，譬如讲，咱在一个公司伫咧食头路，哦，有一个较有本事的人入来啦，咱对生起一种嫉妒心，生起这嫉妒心，当然呢就百般想办法要来甲伊害，包括在老板的面头前讲伊歹话，啊，凡是处处都要甲伊破坏。要哪能甲人讲伊这个人？因为你设计甲伊破坏了，那所以呢，得到迄个真正悲惨的遭遇，所以一生的迄个灾难受败物。那迄时阵，你的罪过当然是非常重。因为咱要嫉妒一个人，当然去诽谤迄个人，诽谤迄个人呢，自然就必须要做口业。所以这个口业做起来是不得了。假如讲，对于一个法师的嫉妒，对于一个法师来诽谤，那所做的口业呢，更加呢是不得了。在过去历史上，哦，咱来了解讲，有真正这哦，迄个皇宫内底，或者比如讲皇后啦，或者是讲王妃等等啦，哦，为着互相嫉妒，结果呢？就害死性命的代志，呀，在咱历史上呢，拢有
即个情形的产生。所以咱毋通看讲嫉妒即个罪业是小可，嫉妒一个人，因为嫉妒一个人所引起所做的罪业，那是真正深重。即款的罪业呢，必须好好忏悔。在咱佛文中有一个叫做随喜功德，这个随喜功德呢，就是甲嫉妒相反了。随喜就是讲别人有好的，咱呢替欢喜，人有迄个智慧、佛法了解比咱较深，咱该欢喜。人有道心，人比咱较有修行，咱该欢喜。人较有本事，会当好做大事业，咱该欢喜。伊比咱较有趁钱，趁比咱较侪钱，比咱较好个，咱该欢喜。凡是人有所成就、有好的所在，咱该欢喜咧。这名叫做讲做随喜。慈悲喜舍的这个喜，这个喜不良心呢，也就是甲嫉妒的相反。无论什么人比咱较好，咱拢甲欢喜才对，袂使来嫉妒。假如若是有这个随喜之心，当然将前所谓恶业嫉妒等罪呢，会当消灭，永不休起。下面讲善知识，以上是为无上忏悔。讲到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搁来讲善知识啦。讲以上这呢，就名叫做讲做无上的忏悔。为什么叫做讲无上的忏悔呢？这个无上的忏悔，就是讲这是在内心的忏悔，将内心去解决，永永远远呢，莫互这毋满的烦恼所逆。无这个妄念烦恼，自然就袂去做罪恶。这呢，就毋是讲参像在佛祖面前讲大菩提前讲佛祖啊，我甲你忏悔啊，我下摆毋敢啦，毋是这个有形象。假如讲咱内心无迄个决心，无迄个忏悔的决心啊，你只敢伫佛祖面前伫遐甲伊忏悔，讲啊，我甲你忏悔啦，我过去做啥物毋对啦，我以后毋敢啦。虽然是讲咧，可能你即马离开佛前，内面阁袂记咧，随时以后阁再去烦啦，那安尼都无路用。所以这个无上忏悔啊，虽然无有表现在外表的行为去忏悔，确实呢实实在在这个忏悔法，这呢就是叫做讲做无上的忏悔。下面讲因何名忏，因何名悔？讲什么名叫做讲忏，什么名叫做讲悔呢？讲忏者，忏其前愆，将前所有恶业、污蔑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灭，永不休起，是名为忏。即款就是要来解说忏悔这两个意思。讲什么名叫做讲忏呢？什么名叫做讲悔啊？这个忏就是讲忏伊的前愆，前愆就是讲将前所做的罪愆，这个愆就是罪啊，就是讲将前所做的罪呢，现主是来甲伊忏掉，安尼叫做忏其前愆。要咱样忏悔法呢？讲将前呐所有的恶业，就是讲所有的这个毋对的罪恶的行为，愚痴迷惑，或者是骄狂的心、骄狂的行为、嫉妒的心、嫉妒的行为等等，悉皆尽灭。希望呢，拢会当好甲伊尽忏，悉皆尽忏。拢总呢会当来甲伊忏掉，永不休起，永远呐，别个再生起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忏啦。讲悔者悔其后果，从今以后所有恶业、污蔑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以降悉皆永断，永不休作，是名为悔。故称忏悔。讲这个悔是啥物呢？是悔其后果。
就是讲会议以后的过程。咱讲会议以后的过程呢，讲从今以后啊，就是讲从今仔忏悔以后，所有的这个恶业，所有的愚痴昧血骄狂的心、骄狂的行为、嫉妒的心、嫉妒的行为等等，一切的罪业，现在是已经降好了。就是讲已经有降好讲啊，这是毋对啦。身口意、十恶业、愚昧、骄狂、嫉妒等等，已经了解这毋对，所以呢，就悉该应断啊，隆重呢，永远啊，该断除掉，经不修作，就是讲袂搁再来去做掉，这呢，才名叫做讲做悔。所以这个悔名叫做讲做悔之后果。所以讲，咱过去的咱该忏除掉了呢，那这个未来啊，要注意毋通去做掉。安尼正是会当好达成着忏悔的意义。所以伫遮才讲故称忏悔。这个忏，就是讲将过去的毋对来该忏除掉。这个悔呢，就是讲注意未来毋通去做掉。所以讲忏者忏其前愆，悔者悔其后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咱过去由于无注意，由于咱无智慧，做了种种毋对的所在，咱即嘛知影讲毋对，以后来甲伊忏掉，就等于讲咱过去毋知影讲这是袂使你食的毒药，咱甲食咧腹肚底落，现在是咱甲吐出来。吐出来呢，当然啦，咱身躯就无毒，后摆就袂有毒发作，袂甲咱毒死。但更加较重要，就是讲，咱既然知影讲这是毒的物件，以后你毋通过来甲食入去啊！你明明知影讲这个物件是有毒，你甲吐倒出来了，又是搁再甲食倒入去，安尼永远啊，嘛是无法度消除你的心上之毒啊，永远会受到毒害。这个忏悔意义甲这共款。既然了解过去毋对啊，更加爱注意未来毋通搁再去犯着，安尼才会当确确实实达成着忏悔的意义。最恳切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